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新埔义民庙，我们过来看看。位于苗栗铜锣的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兼具典藏、展示、观光和教育等功能，清楚呈现数百年来先民渡海来台，在此落地生根的样貌。就是绿色的那个部分有那些小人，那些小人代表什么意思？这是尊贵的意思，就是因为在庙宇里面才可以有这个，你有没有看到像微笑的一个屋顶？那这个微笑的屋顶我们称为燕尾。小游客们看到先民的生活方式，既好奇又兴奋。旁边我们是不是有看到阿公带着孙子在聊天，在传授诗书？对，这就是我们客家人勤耕雨读的生活哲学。跟着导览员的脚步，一一了解客家伙房生活、传统客家工艺、音乐和产业。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客家的一个产业，这个樟树可以提炼樟脑油。对，那在化学工业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呢，这一个樟脑油是非常天然的，然后也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源。客家服饰互动区体验客家风格装扮，拍照留念，大人小孩玩得好开心。对，镜头在上面。好，那这边你可以去调整这个衣服的大小。小朋友们觉得这里怎么样呢？这里很好，要搭配以后，要搭配以后。园区户外空间开阔舒适，景观独特，是游客休闲的好地方。而客家饮食文化特展也让大家能深入了解客家饮食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上课喽！亚搭配以后，亚搭配以后，亚搭配以后。